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Uncle Sim 啊。今日呢條 video 最主要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有一個親戚喺過年嘅時候同屋企人去旅行，點知因為可能小朋友太開心有得去旅行，喺睇 YouTube 嘅期間唔記得連返酒店嘅 WiFi，導致到自己用緊漫遊數據去睇 YouTube 都唔知道，搞到落地唔夠3日就已經冇漫遊數據用。所以呢條片係想同大家分享，其實係有2個方法可以預防呢一個情況發生嘅。如果大家鍾意今集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第一個可以預防嘅方法就係當你選擇漫遊套餐嘅時候，其實你係可以留意一下，有一啲 package 係有無限數據嘅。不過基於公平使用原則，一般嘅無限數據都會有限速，但最起碼你唔會冇數據用，起碼你都可以 send 個 WhatsApp 同屋企人聯絡。而第二個可以預防嘅方法就係使用一啲移動裝置管理嘅軟件，俗稱 MDM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嘅軟件幫手。大家唔使擔心。我喺片尾會有一個 demo show 俾大家睇。首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Lucky Sim 其實有好多個漫遊數據套餐係有無限數據供應嘅。今日我就揀咗3款最受歡迎嘅同大家分享。其實唔好以為好貴，有無限數據，最平幾十蚊就有交易，好抵玩。而呢3個漫遊數據套餐都已經包括咗好多香港人喜歡去嘅地方，亞洲、歐洲、美洲都有，再加澳洲、紐西蘭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，可以去 Uncle Sim 嘅網站 unclesim.net， 我哋有好多唔同類型嘅無限數據套餐俾大家選擇。跟住落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咩叫做流動設備管理系統。假設我個親戚係一個系統管理員，佢可以唔侵犯小朋友任何私隱嘅情況下，允許或者不允許呢個小朋友去睇 YouTube。當然，系統管理員可以管到嘅權限仲有好多，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今日我用嚟做 demo 嘅軟件叫 Jamf Now， 係 Jamf 旗下嘅一個平民品牌。值得一提嘅地方就係 Jamf Now 淨係可以管理 Apple 嘅 iPhone、iPad 同埋 Mac 機。如果大家用緊其他型號嘅電話，歡迎喺評論區度話我知，等我下一次去揾一揾相關嘅工具同大家分享。差啲唔記得同大家分享 Jamf Now 係有一個免費版本嘅，我已經將資料放咗喺評論區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撳入去睇睇。大家依家見到嘅左手邊就係 Uncle Sim 嘅 iPhone， 而右手邊就係 Jamf Now 嘅 portal。只要我將 iPhone 註冊到去 Jamf Now 呢一個 portal 裏邊，我就可以見到相關嘅基本信息，譬如 serial number 或者仲有幾多 storage。之後我哋可以用 Jamf Now 呢一個 software 去幫小朋友裝一個 Instagram。我哋可以去右手邊嘅 Edit Apps， 然之後揾 Instagram， 旁邊 click 呢一個 Install Automatically， 然後撳 Save。Uncle Sim 嘅 iPhone 收到指令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動去 App Store download 呢一個 Instagram。除此之外，我可以透過 Jamf Now 呢一個工具去限制用戶可唔可以自己裝 Apps， 可唔可以自己 delete 個 Apps， 同埋可唔可以用 Camera。今次嘅 demo 我就決定唔俾用戶去做呢3件事，只需要喺 Jamf Now 嗰個 portal 裏面設置好，然後撳 Save。只要等一陣間 Uncle Sim 嘅 iPhone 個 App Store 同埋個 Camera 已經消失咗咯。而最絕嘅係你喺個電話度就算 search 都 search 唔到噶。跟住落嚟我就會試下將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呢2個 apps 隱藏咗佢。我只需要喺 Jamf Now 個 portal 嗰度揀翻有啲乜嘢 apps 我唔想個用戶睇得到，然後撳 save。 Uncle Sim 部 iPhone 已經完全揾唔到 YouTube 同埋 Instagram 嗰2個 apps。而呢一個就係流動設備管理系統嘅意義。如果情況許可的話，我會建議先同小朋友溝通一下，制定一個用手提電話嘅時間表。畢竟小朋友都係想大人多啲關心佢。好啦，今集嘅 Uncle Sim 分享就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，歡迎留低 comments 話我知。拜拜。